OK 嗎？同學各位找個位，這是你的開學禮。向前看，想像踏着是科目是多美麗。先交過那門學費，先不要來年失禮。明天總會是個新學期，做新制，總要學，無論代價多重，學會的多少幫補自信。連課書何時你聽懂有些用，至少你什麼都不懂。大概只得戀愛是沒標準的教科書，必須靠人不斷試，完全聖誕依人共處才較真摯。在學各位找個位，這是你的開學禮。若然你生活有時過得苦，亦不作弊，堅決要完成學位，操守若然高貴，學懂的會是你畢業時